一個健全而有效率嘅法律制度，令一國兩制方針喺香港得以推行落實，係國家安全嘅最重要元素。然而，香港嘅法律系統近年受到一啲似是而非嘅批評，無疑會削弱香港市民甚至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嘅信心。前刑事檢控專員兼資深大律師江樂士就明言唔會對呢個不良現象置若罔聞。佢認為本港法律界有責任消除謠言，促進了解。為此，佢身體力行，唔單止積極喺業內及向市民講解《港區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更致力向國際社會澄清對國安法相關嘅謬誤，捍衛香港司法獨立嘅聲譽。適逢香港第10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佢接受堅雜誌書面訪問時就表示，國家安全教育係要令大眾理解到，香港既然得益於國家嘅支持，就有責任去確保一國兩制有效實施。江樂士表示，回想2019至2020年黑暴期間，暴徒肆意挑戰法紀，甚至試圖損毀法院、恐嚇法官，都係故意針對香港法律秩序嘅攻擊，企圖藉此摧毀一國兩制，達到削弱中國嘅目的。而港區國安法嘅實施，立即有效控制局勢，令法律體系得以再次暢順運作，法治得以保障。故此，佢認為一套有效嘅國安相關法律可以確保法治可以持續發展，並提供穩定嘅環境，等法庭就各類案件作出公正嘅判決。但佢留意到，除咗香港有部分人對國安法存有誤解偏見之外，西方社會亦都持續試圖妖魔化香港嘅維護國安安排，並以司法人員為攻擊目標。當司法機構喺國安案件作出唔如意嘅判決時，就會有批評指法官係按北京嘅意願行事。當律政司起訴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嘅人，又會被講成為聽命於北京而採取嘅行動。相反，有利於被告嘅判決通常都會被忽視。江樂士明言，呢個現象令人憂慮，因為呢啲謠言必然會貶低香港嘅法律體系。香港作為法治及司法獨立嘅地區，聲譽一旦受損，會影響到金融界及投資者嘅信心，長遠會削弱香港嘅國際地位，拖慢中國嘅發展，正中反華勢力嘅下懷。故此，他一直身體力行，對內對外去解釋國安法條文，釐清誤解。自港區國安法實施初期，佢頻繁地接受訪問、亮相節目、主持講座，甚至親自撰文，從立法背景、法理依據、檢控基礎，以至審訊安排等逐一解釋。喺2024年1月，佢更向時任英國首相辛偉誠發公開信，就其對港區國安法鉗制言論自由嘅不當批評作出澄清，同時間為律政司護航，反駁對方指起訴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係政治檢控嘅不實指控。佢認為持續嘅國安教育有效提升公眾對國家安全嘅認知，亦令佢哋明白香港能夠維持現今嘅生活方式，全靠當局努力維繫，並非理所當然。而香港得益於國家嘅支持，愛國者有責任去確保一國兩制有效實施，並盡力去促進香港發展、繁榮及穩定，從而使國家得益。